免疫力係人體識別同排除異物、處理體內衰老細胞或突變細胞嘅保護防禦功能。當免疫力下降，保護能力變弱，人就容易生病。對照顧者嚟講，由於長期勞累、睡眠不足，更容易出現正氣虛弱、免疫力下降嘅情況。從中醫角度，免疫力下降屬於虛勞病嘅其中一種表現，主要係因先天或者後天原因令人體臟腑功能衰退，氣血陰陽虛損，日久未能恢復。當中同免疫力較有關嘅主要係肺、脾、腎三臟。肺有保護同抵抗外邪嘅作用，肺氣虛就容易感冒。脾負責吸收同運化飲食，脾虛會令氣血不足，人亦都容易生病。腎藏精，精係維持臟腑功能同抵禦外邪嘅基礎。如果腎虛或者精不足，身體抵抗力都會下降。免疫力下降唔一定係單一問題，而係肺、脾、腎功能一齊受影響嘅結果。照顧者如果長期煩勞過度、飲食不節或者久病未癒，就會損傷氣血陰陽，令正氣不足，身體自然容易受病。日常調護方面，要注意勞日結合，適當放低煩惱，保持充足休息。必要時亦都可以同他人分擔照顧工作，同時要合理分配時間，保持規律而均衡嘅飲食習慣，唔好因為照顧工作而影響正常進食。如果身體不適，就應盡早求醫，避免疾病拖延，長期耗損正氣。茶飲方面，可以飲用玉屏風茶。玉屏風散係中醫著名嘅補益固色方，有益氣固表作用，適合氣虛、表虛、容易出汗或者易感冒人士。材料包括黃芪10克、白術6克、防風10克、綠茶茶葉3至6克，用沸水持續沖泡至微淡就可以。穴位按壓方面，可以選大椎穴同關元穴。大椎穴位於後頸部第7頸椎下粒陷處，係督脈同人體陽經交匯嘅穴位，有升陽益氣補虛嘅作用。關元穴位於臍下3寸，有益腎功效，可以每日每個穴位以順時針方向按壓1至2分鐘，注意力度適中，唔好過度用力。提升免疫力，重點唔只係補充營養，仲要從作息、飲食、情緒同體質整體調理。照顧別人嘅同時，都要守護自己嘅健康，先可以有足夠嘅正氣面對每日挑戰。各位照顧者，加油！